在中山東區，怎樣的大平層才能得到你的認可？今天跟隨梅老闆的鏡頭，實地探訪英聯禧匯新加坡垂直森林設計超級大平層。小區只有128戶，而且這個小區的區位非常有優勢，就在中山紫馬 CBD 旁。萬科物業，這樣的房你喜歡嗎？想要實地看房，聯繫梅老闆。